keep 得好好，但係見到卡塔爾選手咧好大步啊，真係都 keep 住算㗎啦，大家知道入場入決賽冇問題啊，頭三都入嘅。43，兩個收地步都45秒33，非常之厲害真係。PB 啊，齊。唔怪阿德教練話要45秒先入到決賽啦，真係喺日本嗰度。咁而家即係頭兩名收住步都45啊。反而咧就爭嗰個另外一個大 Q 嘅位咧，就打你國家隊嘅葉偉欽可唔可以追到上去先？喺外線呢兩個就睇住跑啦，應該仲有少少喺手嘅。係啊，葉偉欽睇壓線可唔可以壓埋落去？哎呀，爭啲啊！爭啲，但係呢組快組咧，相信細 Q 都有得入㗎啦。應該都會扯快咗，即係應該都有入去都係差。時間係啊，阿聯酋選手45秒32，卡塔爾45秒37，斯里蘭卡46秒46，中國選手葉偉欽咧就係46秒64啊。哦，咁應該中國選手都入到去喎。係呢組快組嘛？係啊，咁算到應該入到決賽。咁啊，啱呢兩位卡塔爾同阿聯酋選手亦都係破咗自己嘅 PB 啊，所以都恭喜佢哋喺呢一場嘅亞洲青少年 U20田徑錦標賽度係突破到自己嘅佳績啦。咁亦都係可以希望聽日嘅決賽再做一個好啲嘅成績。咁又多一日休息咧，嗰個翻去酒店恢復一下，恢復又爭好遠喎。瞓個覺，唞唞，食翻飽先啦。係啊。